今日开始来关心高雄市立民生病院4月初4时发生一件喊古代，这是病院竟然手术开刀开唔到人，发现母唔对了后，开刀的医生佫要求爱补签同意书，佫涉嫌写假病历。高雄市卫生局伫早暗加重处分，开刀的这个医生已经封记2大告免职，嘛以上发办，也若相关的人员嘛封记告，院长已经封换掉。 高雄市立民生病院随时发生开唔到刀的代志，有一位患者因为血压计问题大意，所互人杀去开一个唔免开的刀。因为这2个个案是在一个是左边，一个右边，同一个病房。同一个病房，那病历是对的，但是病人是推错。互人开唔到刀的姓吴的查甫人甲姓张的查甫人住共一间病房，随时即天。 姓张的男子要做胸腔的手术，结果工友来带人时阵，煞送唔到人，所讲姓吴的男子杀去手术室，而且护理师、麻醉师，甚至是开刀的医生拢无发现。要是护理师去病房要分药啊，乃找无人。这个时阵手术已经做煞，病调查也发现，开刀的医生伫术后涉嫌病历登载伪造。经过联审会议处，搁再记1支大告，总共2支大告该免职。主刀医师陆希平。 不但开错刀，且事后涉嫌的病历登载为伪造，经人审会议处再记1大过，共计2大过予以免职。因为院长严家琪要求卫生局免除管理的职务。本院立即以病人安全事件处理启动调查，本人对此事件表达深切的检讨及歉意。 互人开唔到刀的姓吴的患者已经转入普通病房，身体状况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